47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去年参加着香港立法会初选，叫予香港政府指控违反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，该掠走。目前也着爱面对司法的审判。咱台湾这边有学生团体甲伫咧台湾的香港学生，伊是做伙召开记者会，要干声援。中国摧毁青年世代，民主台湾救人要快。做伙伫立法院头前，声援初一伫香港国安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出庭的47位民主派人士，伊嘛针对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干部总辞的代志，谴责中文大学介入学生会。他们被学校红色力量以死亡来威胁他们，最后昨天他们也总辞了。他们其实面对这种那么焦虑、那么迷茫的心情，他们依然选择给予香港人一种希望。那种希望在受业中，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火把。现场的香港籍学生嘛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放弃学者的专业甲尊严，毁掉学生自治的机构，用民主寒冬来形容香港即卖的状况。学生团体佫提出3个诉求，希望汇集海外的力量。我们支持公民团体即将提出的香港人权民主条款，并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。行政院应于每年提出一次针对香港人权以及自治状态的评估。他们的生命安全，还有他们的朋友、亲朋好友的生命安全，有些时候是要保密的来做。那至于条文的修订的话，陆陆续续有在讨论。声援者除了希望立法院赶紧修法，嘛希望政府提供流亡者入境的庇护，更加会使扩大对香港学生所落来入学甲转学的管道，避免因受到中国的压迫，无法度继续读册。教育部是回应香港的情势，进前就推动2摆相关入学甲转学的办法。目前海联会嘛咧办理香港澳门秋季班的招生。记者丁阿文、许凯。